近年越嚟越多藝人成功喺內地打響名堂，而今集嘅主角可以話係最大紅大紫嘅一位 Gem 鄧紫棋。出生於上海，4歲移居到香港後居住於荃灣。Gem 屋企係音樂世家，喺屋企人熏陶下，自細就熱愛音樂。5歲起就嘗試作曲填詞，15歲參加歌唱比賽奪冠出道，17歲就奪得叱咤樂壇新力軍女歌手金獎，成為最年輕兼唯一一位未成年嘅金獎得主。2011年喺紅館完成3場演唱會，以19歲之齡成為喺紅館舉行個人演唱會嘅最年輕女歌手。2014年參加內地歌唱節目《我係歌手》第2季迅速爆紅，雖然總決賽落敗，但就獲投選為網民心中冠軍。之後推出多首國語歌都大受歡迎，成功高居2024年內地演唱會票房榜首，更獲得2024年華語歌手入場人次第一。即使近年同前經紀公司解約嘅事情鬧上法庭，仍然無損喺大家心入邊嘅人氣。你哋又鍾唔鍾意阿 Gem 鄧紫棋呢？